今年台湾戏剧艺术节主题是非常爱，邀请11个剧团，为了讲跨时代的爱、阴阳之间的爱，还有人甲物品的爱，全部拢用戏剧的方式来呈现，希望会当请少年人来看戏。只要你是我的，我是你的呀。布袋戏演出一个人恋爱的对象是一口剑。 爱唔那可能伫男女之间，也是同性之间，爱上不ผิ的恋物，嘛是一款爱。剧团用布袋戏来呈现这些东西，就是这些物品，它其实是会有人的一个人会附加他的情感在上面。对，因为恋物这个主题，其实在无论是在现代剧场也好，或者在戏曲也好，其实都是比较少谈到的一个情欲面向。 今年台湾戏剧艺术节的主题非常爱，拢总有11出戏，唔是讲一寡古板单情细爱的爱情故事，是用传统戏剧来讨论现代新兴爱情议题。人与非人，阴阳两界，所以其实有足侪题材当用传统去诠释爱这件代志。 团结中心表示，有真侪剧团依持传统嘛拍拼创新，望传统戏剧通以全新的模样来展现。 形式的改变以外，上重要就是剧本，咱嘛一直咧探讨无共款的物件嘛。咱为什么要创新？原本的观众头无去嘛。咱即马咧讲感情，咱即马咧讲这个反战，其实呢，拢甲咱即马你即阵现在当下生活息息相关。这几年来，其实有足显著的进步，阮的观众嘛一直有咧增加。 时代咧变，传统戏剧因应潮流，对咧讲现代诗，望讲用无共的爱创新丰富当代戏剧，也望城少年辈愿意走入剧场做伙来看戏。记者郭美霞、桂林台北报道。